大家好啊，醒醒你！呢首係一首呢，我一見然後一解之後發覺，真係完全係好似你做一個偵探咁嘅方式嚟去理解一首古詩嘅例子嚟嘅。咁大家享受下啦，因為用過咁嘅黑板嚟寫，我都要寫好多次先寫晒成首詩，然後解都要解一輪。咁其實真係幾好玩嘅。咁不過未開始之前呢，首先就希望大家要明咧，你去理解一首古詩，當然你會有文言文方面嘅問題啦。你喺理解佢嗰陣時，文言文嘅語法啦，啲字嘅形音義啊，諸如此類嘅問題出現啦。咁另外呢，仲有啲例如你要了解啲古人佢當時有乜思想、生活、諗法。其實都會影響你去對佢首詩嘅理解嘅。咁同埋你亦都要留意嘅就係咧，首古詩佢亦都會有一啲嘢係你會因為文言文理解上嘅問題而出現咗啲情況嘅。咁你係的而且確係需要糅合你各方面嘅經驗同埋知識嚟去做嘅，咁你聽我解你就會知㗎啦。咁而有個好啲嘅幫到手嘅解讀方式就係咧，你其實可以將佢咧拆翻開做唔同嘅記敘部分、描寫部分、抒情部分，嚟到去理解佢首詩唔同嘅句子裏面其實講緊佢係講緊嗰件事嘅經過，定係表達緊佢嘅感情，定係寫緊景？你將佢拆翻之後，你會發覺，有啲地方可能係幾樣嘢嘅結合，有啲地方你拆咗之後，你會容易啲去理解，或者當你去作答、閱讀理解問題嗰陣時，你點樣去做分析嘅？咁另一樣嘢呢，就係你亦都可以將佢拆翻做內容或者寫作技巧。依兩個部分嚟去理解佢咯。咁我覺得分析其實的而且確係你要去展釋同埋理解一首詩或者一篇文章嗰陣時，你有啲部分的而且確將佢分咗類會容易啲做嘅。咁你突然間會睇到㗎啦。咁例如依首啦，咁叫做古詩，叫做行行重行啦，因為佢本身係入名入到作者名又冇。而佢本身亦都冇留到首詩個名，所以會用翻頭嗰一句作為首詩個名嘅。咁行行重行，你如果用寫作技巧去理解呢，咁佢當然用咗疊字，亦都用咗反覆啦。咁而行行重行，咁你諗嘅，你字面解以為佢好似重複咁喺度行緊咁，但係其實呢，你可以用翻前文後理去解啦，同埋用個比較抽象少少嘅概念去諗啦。咁與君生別離，咁應該係講緊行緊人生嗰條路，咁而同對方有別離。但係你亦都要搞清楚啦，咁君字可以解皇帝，亦都可以解對男子或者女子嘅尊稱，或者解你都得啊。咁所以其實去到今時今日，個作者係乜嘢身份，又或者佢講緊嗰個君係乜嘢人，乜嘢性別，其實你都未必知㗎。咁另外生別離，咁其實別離嘅意思可以有生離死別嘅，咁去到呢一句其實我哋都未知㗎。咁但係我哋睇後面啲前文後理，你就可以理解到啦。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佢個去字呢，喺文言文解相距啦，相隔好遠嘅地方，大家一個喺天涯，一個喺海角。咁你就去到呢一步，你咪理解到其實佢講緊嘅呢，就會係生離啦。你發覺真係要逐啲線索或者內容咁去推㗎。係啦，咁之後繼續啦。然後個作者繼續講啦，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咁你頭先發覺呢，其實佢同人有生離同埋有好遠嘅距離。咁其實本身有個思念啦，或者有個唔開心啦，依個已經係其中一個感受嚟㗎啦。而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嘅意思就係除咗遠嘅距離，仲有好多險阻喺彼此之間啦。咁多咗一個感受就係其實佢會好疑問，究竟有冇機會可以再見到對方啦？咁呢個已經係另一種嘅感受嚟㗎啦。咁你
有陣時去理解啲詩嘅記敘描寫抒情議論嗰陣時，你都要知道唔會淨係得一種感受嘅，好多時候都係。咁我要繼續睇啦。咁頭先已經講咗，大約已經有2種啦。咁然後相去日已遠，相隔嘅時日又遠咗，衣帶日已回。咁你有少少文化就係、是，當佢講緊個衣帶鬆，其實就係形容個人全身消瘦啦。咁呢個可以係個借代或者象徵嘅，佢借代住衣帶嘅緩嚟到講緊全身嘅瘦啦，部分代全部。咁另外，亦都可以係用咗衣帶緩呢樣嘢嚟象徵個人嘅消瘦，或者因為心理上嘅思念而令到個身體都受影響啦。咁相去嘅除咗距離，其實時日都遠咗，所以亦都係另外一種感受嚟嘅。咁你發覺其實首詩我諗去咗一半都未夠，但係已經有好多唔同嘅感受，或者講咗好多唔同嘅嘢啦。咁其實你要學識理解人嘅嘢，亦都要學下。當你要寫文要寫感受嗰陣時，唔好淨係得個開心啊，或者啲感受只係得一句咯。因為其實可以有好多層次。正如我哋有句俗語叫做打返5味架嚟到形容一個人嘅味道，或者5味雜陳，都係講緊其實我哋啲感受可以好多樣化。正如好似呢首詩咁樣。